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美国 NVIDIA 回答昨昏股市收盘，市值是创下历史新高，而且即摆已经超过苹果公司，加入全世界市值第2大的公司。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伊讲要伫咱台湾设第2座研发中心。经济部长郭志辉昨昏伊是表示，无听讲因要设伫倒位，也毋过伊感觉应该会是高雄。若是安尼，外界嘛关心人才限电，咱台湾敢有材料应付？郭志辉是表示，7月中之前，政府就会清算所有能源政策对外公布。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真正是等出要伫台湾起第2座研发中心，地点到底会选伫倒一个县市？7月早起，经济部长郭志辉伫日本伊备询的时阵讲，无听过回答要去高雄起，不过伊嘛回应讲，感觉是安尼。江浙县市首长嘛是咧拍拼争取，希望回答会当来。第一时间即刻的成立府级的专业小组啊，我们都希望能够积极争取，包括辉达还有其他 AMD 等相关科技的巨擘，工研院、清华、交大等等的有名的大学，所以研发的能量非常的强，也非常乐意的来提供所有的用地。这是专业的判断啊，不是比送东西的啦。我们台南市包括水、包括电、包括已经 ready 的这个工业用地，事实上都还够。虽然台湾开始看到 AI 的商机，但是外界有机讲，2025年到2028年 AI 应用会快速成长。经济部表示讲，会透过公司协力，建构产业 AI 的课程，暗算到117年，会培育20万的 AI 的人才。另外，对电力的供应，以目前经济部和台电的推估，台湾目前电力是真有够，但是 AI 用电量也无法度评估，会变作稳定供电的变数，必须电估算。这嘛，互外界开始讨论讲，核电厂敢会延役，还是停启？郭志辉讲，若核电无修法，依法是袂当延役。若讲要起电厂，设定的时间上紧嘛要6年，根本都袂付。会先用太阳能供电来补。会不会将核电重新讨论？我们现在要补这个 AI， 如果超过我们预期的，我会先从光开始做。经济部长郭志辉承诺讲，对 AI 用电的需求和能源配比敢会调整的部分，暗算7月中会对外来公布调查的结果。国科会主任吴成文是对外表讲，要和回答的高层接触。若投资台湾算力，嘛会研究关一个算力和学术界。国科会公平提供予有需求的机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昨昏嘛出现伫美超微创办人梁建豪主题演讲内底，伊去做特别来宾。梁建豪嘛问黄仁勋，敢会烦恼咱人去互 AI 控制去？黄仁勋是应讲袂，因为 AI 会去监控 AI， 咱人会当创造安全机制。两个人嘛伫台顶开讲滚笑闹台语。回答共同创办人甲执行长黄仁勋7月早时为美超微创办人梁建豪担任主题演讲的特别来宾。当梁建豪向黄仁勋来报价家己产品的介绍，黄仁勋也大闹台语。More than $2 million for rag。咱遐尼侪人伫家里咧，甲我出价。因应 AI 时代来临，梁建豪以中文来提问黄仁勋，是不是烦恼讲 AI 控制人类？黄仁勋也予伊否定的答案。Of course not. We have t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f course, at the moment is we have to make AI work well. In the future, we'll do the same thing with AI. There will be AIs that watch AIs. There are people that watch AIs. There's guardrails that keep AI guardrailed. And so there's going to be a whole lot of different technologies we need to create for safety, technology for safety. 黄仁勋离开演讲了后，中途走往台北市一间餐厅去食饭。当媒体问到讲台积电新任董事长魏铁家伫测试股东会了后，对外讲要向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来讲这产品伤贵，黄仁勋也做出回应。I think TSMC,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industry is really great, and raising prices, I think, is consistent with the value that they deliver, and so I'm very happy to see them succeed. 另外，车用晶片大厂恩智浦集团副总裁加技术长7月下晡为台北国际电脑展做主题演讲，也讲到智慧互联机器人的时代已经来了。迄家点名台积电可能是首先执行先进概念的公司之一。TSMC is maybe one of the first companies in the world because the semiconductor factories are so capital intense and so heavy to invest in that these far advanced concepts are taking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But Taiwan is one of the front runners in all of that. 我是先问很烦了。Thank you.
另外 ，AMD 创办人苏志峰测试暗时宴请80位供应商的伙伴，大家焦点拢伫 AI 产业发展，拿来台抢单，也别万调供应商伫 AI 时代之下，未来科技产业版图恐惊重新洗牌，市场也是真关心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要30间美国军火商来到咱台湾去参观雷虎科技、参观无人机，嘛拜访咱台湾国防产业的国家队。今日也会去参加无对外公开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接受访问的时，佫一摆强调会保卫台湾，佫讲无排除用武力协防台湾。咱外交部有公开表示感谢。游览车初5早起开往台中的厂区，是台湾的无人机大厂雷虎科技。近30人对游览车落车，正是来台湾的美国军火商参访行程也引发注意。美国军火商代表团即摆来台湾，行程无啥公开，先是拜会雷虎，也团出受访经纬、航太、汉翔，这3间企业拢是台湾国防产业国家队，要台美推动国防产业供应链，引发讨论。你们雷虎这边的话，是主要的项目是在无人机 AI 无人机那边。交代说不能透露。哦。原来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初6登场，无对外来公开，包含美国军火商代表团、美台商会会长韩鲁平，前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司令罗德拢会出席开幕式。前国防部副部长立委陈英空会发表专题演讲。台厂为希望甲外商有合作机会，台美军事交流增加，因应中共加大侵略情形。你们所谓的离间区不存在，这是你的用语。这是中国海洋海域，哪里有权，这只还有行情。两架中共空5式 A 型飞弹护卫舰，初时出现伫宜兰外海大约31海里，想要走入去24海里连接的所在。海军甲海巡舰艇对外的介护实施恐怖驱离，对中共无放弃武力反台。美国总统拜登接受《时代》杂志专访，佮再强调无排除动用武力来协防台湾。外交部是对拜登的表态表达深切欢迎甲感谢。你愿意投入多少国防经费？第二个，你们部队的编线率。你们部队准备的程度到哪里？那我想我们现在部队的人员缺乏，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虽然拜登5摆表示，美方会出兵保护台湾，或者认为有2大的关键，包含咱方偌侪自我防卫的决心，甲国军表现的比例，拢必须爱务实来面对。记者综合报道。继续看国民党和民众党有提案，要废除监察院和考试院。民进党有30个立委提案支持。监察院长陈菊是表示，民进党坚持三权分立的理想，唔捌改变。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的听书来废除监察院，伊会全力支持。我们对三权分立的理想，从来没有改变，充满期待。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的程序来废除监察院，我全力支持。对三权分立的理想无改变。监察院长陈菊出席2024妇女就业甲经济国际论坛，会前对最近几个南亚立委主张废除监察院，而且先冻结预算。有监察委员认为讲，冻结预算调查业务可能会动点。陈菊嘛认为讲，这违反大法官632条的解说。除非他们是宪法为无误，不尊重宪政程序，是不是扩权？人民自由公正。民进党台中会等30个立委共同提出宪法征收条文修正草案，希望废除考试院甲监察院，嘛叫国民党唔通干那发好耍的尔。不过签名顶悬，煞无看到总调集人郭建明。原来民众党总调集人吴国昌是提出修宪废除监察院，12个南洋的立委嘛提出4大主张，包括废院无废权、行动则废、法官人事同意权。也有修宪案合并2026，或者是2028年的选举。我们是没有希望有这么大变动，而且在党内还在讨论的阶段。可是我们对于监察院现在的实质功能，是受到社会大众质疑，其实是希望可以让监察院的功能可以做移转。民进党内部出现无同款的声音，互南北两党的立委，拢支持立院立委发出废监察院，根本是化假。针对各种的声音，陈菊强调讲，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听书，拢会全力支持甲尊重。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华南云雨区向东平线影响，低压带嘛挖进咱台湾，所以雨会继续落。咱来看云图。
今仔日雨会是较集中伫中南部，南部也有中部的山区有机会会落地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过到了后，嘛有局部大雨。其他所在虽然是多云的天气，也毋过落雨的机会嘛是较悬。暗时了后，各地雨就较停。因那中南部也有东南部也是会落雨，所以乡亲有要出门一定爱记得早雨毛雨伞。只是雨较冷雨的时阵，北部会感觉较温暖、较舒适；暗过中南部会感觉较湿、较热。北部今仔日的高温是25度至26度，其他所在今仔日高温有27度至30度。来看欧盟气候变化机构是表示，过去的12个月，每一个月拢创下史上上热的月份。到5月底，全球平均的温度是比工业化进程还阁悬出1.63度，未来还有机会继续创下新高。联合国的秘书长古提瑞斯就要求2030年，全世界生产含使用化石燃料这部分一定要减3成。最近一直有一项各班年气候变化服务测估表示，甲去年同期比，过去12个月拢是有史以来上热的月份。全球均分比工业化进程悬出1.63度，这是1940年有史以来上热的时期。而且未来5年有高达8成几率会搁一摆出现温度超过1.5度的情形。But this won't change the picture. So we are bound to see this temperature being exceeded in the future.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the next 5 years is very, very likely, almost certainly warmer than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the last 5 years.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在纪念世界环境节演讲当中表示，2015年设定升温1.5度的目标的时阵，认为发生这种情形可能会讲是零，因为改变局面时间已经无济。伊爱2030年全球生产甲用化石燃料减量30%，而且是对碳加化石燃料扣税时阵咯。And by COP29, we need early movers to go from exploring to implementing solidarity levies on sections such as shipping, aviation, and fossil fuel extraction to help fund climate action. 古提瑞斯阁指出，甲真济政府限制薰草顶有害物质的广告比起来，各国政府应该禁止化石燃料公司广告宣传，而且这造成气候变迁产业毋但看创纪录的真大利润，阁享受纳税人数条美金的补贴。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也来花莲大地动了后，咱的玉山主峰求水啊！根据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去年玉山主峰上新的高度是海拔3952.433公尺，这是比去年减5公分外。玉管处是表示，这倒球也伫合理的误差范围内。台湾第一高峰玉山主峰，逐年拢成真侪爱爬山的挑战爬到山顶，但是伫控诉矿山专台有感大地动了后，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伫5月用卫星的定位来测量，测到玉山主峰海拔的高度是3952.433公尺，和去年11月3952.485公尺比，减5.2公分。这个5.2其实不算大，那以测量来讲，本身也含有一些误差。目前这样子测来讲，大概3到5公分这样的数据的误差都还是正常现象诶。国土测绘中心伫当年5月、11月拢会做玉山高度的测量，控诉03花莲大地动了后，比对资料发现讲，花莲站的野生量是45.1公分，水平山8.1公分。因伫5月用几何悬的变化量监测到玉山的高度，拢是3952公尺左右。对这玉管处讲，照10年来替玉山量测的数值来看，关键变化其实并无大。其实因为在每一次的测量，它其实都稍稍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个部分我们有询问，大概还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像这次花莲的地震断层长度可能是60-70公里左右，像在海岸山脉这边大概垂直方面都是抬升的，在中央山脉这边就有一点点的下降这样。玉管处认为讲，台湾是伫个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组合的地带，造山运动和测量的技术都会让玉山的高度出现变化，而且对当年的观察发现讲，伫大地动了后，除了山尾的山位、山体嘛较会发生崩山。这摆测量虽然有5.2公分的前差，但拢伫合理的误差范围内，唔免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
台电因为了钱，行政院拢会拨钱去补贴台电，避免台电倒去。不过经济部长郭智辉昨昏一直立法院，伊是表示讲，伊并无支持这款方式来补贴台电。伊认为台电应该爱靠家己的力量去赚钱，电钱嘛应该爱反映成本。来看中国时报，西药指开刀手术拢会去用到的生理食盐水，市占率占7成的永丰公司因为停产，即马是造成咱全国大欠货。健保署是表示，政府会先用专案进口的方式，进口400万罐，明仔载嘛会参详国内5大药厂来加开生产线，因为增加产能，也有进口成本拢有较悬，所以政府会增加4亿5,000万的支出。来看自由时报，纽西兰的牛奶明年开始进口咱台湾免扣关税。农业部是建议讲，爱甲保存期限30天以上的进口青牛奶，改标示合作长效期的牛奶，避免来影响咱台湾生产牛奶的农民。卫福部食药署有预告表示新制度，这款进口牛奶爱标示合作延长保存期限青牛奶，或者是长效期的青牛奶。针对纽西兰的牛奶明年开始会当免扣关税进口台湾，食药署有个牛奶的标示新制度，保存期限30天以上的爱标示合作长效期的青牛奶，含咱台湾新生产的青牛奶分开。新制度上紧是明年7月份拍算会推动，不过即马有农民是认为讲，安尼新写看起来国外的青牛奶会当放较久，颠倒会互人误解。牛奶内面有真侪营养成分，真侪人逐工拢会啉一杯。不过市面上咧卖牛奶800种，国外进口的牛奶保存期限甚至会当到3个月这么久，但互消费者是分袂清楚。卫福部食药署初五是预告修正牛奶、保久奶、调味奶、奶饮品和奶粉品的标示规定草案。未来青牛奶伫加温杀菌了后，保存期限30天内的才会当标示做生牛奶，超过30天的应该标示做延长保存期限的生牛奶、长效生牛奶，也是 ESL 生牛奶。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消费者能够清楚的了解之后，依据自己的需求来购买适合的鲜乳。另外，草案嘛征收液态零产品液体大小的标示规定，譬如讲600毫升以上的液体必须是1.2公分，还是搁较大；细包装300毫升以下的，爱是0.4公分，还是搁较大。不过，草案公布了后，是引起饲奶牛的业者的抗议，批评讲这根本就是在保障进口牛奶，误导消费者，会严重冲击到台湾饲奶牛的产业。因为用长效鲜乳这加进去，更会造成消费者以为这个长效鲜乳比台湾的鲜乳还要更长效，更没有问题。这是不对的一种，让消费者更容易产生误解了。另外，草案嘛扩大纳入红婴仔的配方食品、较大汉的红婴仔的配方辅助食品等等做规范的对象，而且磷含量爱到50%，才当标示做红婴仔配方牛奶粉。草案有过期是60天，会收集各界意见，除了增加延长保存期限牛奶品名的标示，按算明年7月上路以外，其他的修正规定拢会伫后年115年7月正式生效。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宝林地食食物中毒案，昨昏又传出不幸的消息。这是一个50多岁的女性，因为脑中器官衰竭，伫昨下晡不治过亡。邦克利症造成肝衰竭，肝衰竭之后，它的感染会造成感染会失控。住在加护病房里面，本来就容易造成很多的不同的感染，所以是因为不同的感染，再加上强心剂使用到最大的剂量之后，控制不了，所以造成它往生。这个死亡的个案住伫3总治疗，原本的病情是真稳定，住伫加护病房，不过因为肝受损，免疫力下降，等袂赴换肝，脑中器官衰竭，伫昨下晡过身。也若宝林案第一个换肝的个案，目前也住伫万丰病院治疗，病情稳定。目前宝林案累计通报24个案例，其中有5例已经死亡，一个人转入去一般的病房等，还搁在治疗，还搁有18人已经转去处理休困。来关心昨昏，咱卫福部长邱泰源伊是去立法院针对世界卫生大会做专案报告。不过调研立委更较关心的是，最近咱国内生理是盐水大欠货，还有护理师嘛真欠，造成一寡病院关病床这代志。邱泰源是表示，病院会关病床原因真多，一定会去了解，协助病院来解决问题。
新任卫福部长柯泰源5日控上任了后，初5第一报告立法院卫权委员会进行世界卫生大会 （WHO） 专案报告，暗高中央立会拢将目标放在最近国内重大医疗卫生事件。有立委批评，输液大厂永丰化工因为违反药事法，互销售命令停业了后，造成病院手术、西药知识爱用的生理盐水等输液大欠费。卫福部监察办台失灵，爱负责任。一家药厂出问题，但是全国都缺货。那署长是不是表示说，其他的药厂也不愿意用同样的价格来供应？另外，受护理师诊疗报告影响，最近1年来病院拢有关窗条，影响民众就医的权益。有立委指出，护理人员领证无执行的原因，包含工时长、压力大，而且薪水上过低。疫后离职率高创新高，卫福部应该扩大护理人员津贴补助，才能留住人才。2030年我们需要的护理总人数是24到26万，我们现在只有18万。好，我帮你算一下，你每年要增加的是多少？至少1万。但是你现在每年增加的是2000。观察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了哈，那所以我们会了解，那自己一定很落实去了解，然后再解决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层级的它不同的问题。卫福部强调，今年5月甲去年同期比起来，病院护理人员增加800多人，病院总病床数也增加1800多床。今年3班护病比新制上路了后，会公布启动3班轮值夜班护理人员直接奖励，希望吸引相关科系毕业生投入病院。记者综合报道。黄埔军校建军100周年，16个时要伫陆军官校举办。咱的总统赖清德会亲身去主持。即马中共迄边嘛要举办校庆，而且由咱台湾这边的退役军官去参加。退伍会是表示，经过宣导宣传了后，要过去中国的是无超过100个。因为咱这边才是陆军官校正统的，有讲会有上万人去现场庆祝。负担照顾人民的责任，退伍会主委严德发初5头一摆到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报告，对陆军官校100年校庆16登场，总统赖清德会亲身主持，不过中共也伫中国来举办校庆，要求国军退休的将领参加。严德发注意到这件代志，除了呼吁退休的将领莫违反国安法，也经有这宣导，劝因较莫去中国参加。附录的会超过100个人，不会超过100个人。那相对的。6月16号当天，凤山陆军官校他们这次也扩大办理，所以从15号开始就有活动，15、162天，据我了解，大概会超过1万人去参加。两花校庆饼场，严德发强调，为了高雄红山的陆军官校才是正统，有个会超过1万人参加。对中共目标渗透退休将领，立委点出有旅游、金钱发展环境是大手段，呼吁退伍会爱提高警觉。另外，有侪位退役军人牵涉强盗案，违反国安法互判刑，要甲退休钱立回来。不过，即阵将近4000万也未立回来，引来外界关心处理的进度。违反国安法，依法行政，这是一定要追缴的我们一定会贯彻命令。亚南军中蒋公党上跳多议题，前主委彭世宽不表达坚决反对，立委追问伊上任了后，退伍会立场是不是改变？对农民前辈先进跟先总统蒋公在精神上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想我的答案很清楚，现状不能够破坏。严德发讲，答案真清楚，用家用医退伍会拢会维持现状，袂去甲蒋公的党上甲卫上搬叮当。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签署行政命令，颁发新的边境的管制措施。但是，一天非法入境的人数超过2500人，就无要阁接受庇护的申请，而且要简化遣送转去墨西哥的程序。这个做法和2017年川普禁止穆斯林国家移民入境时同款，所以引起民主党不满，共和党内嘛有批评的声音。即马联合国的难民署嘛公开呼吁拜登爱思考人权的问题。处理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一直是拜登政府的麻烦。去年11月偷渡的人数来到30万人，单月新高，相当是一天1万人。最近几个月人数小可减少，4月份降到179000人。5月一份民调显示，在语言政策方面，拜登的支持率输予川普17个百分点。
拜登测试伫边境国际官员的陪伴，伫北京颁布新的边境管制措施。若是逐工非法入境的人数超过2500人，都无要接受庇护申请，一直甲人数降到一工1500人以下才会进行。各简化遣返非法移民到墨西哥的程序。拜登无奈表示，伊的边境法案因为共和党的阻挡，一直卡伫国会无法度震动，伊只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Because Donald Trump told them to. He told the Republicans, it has been published widely by many of you, that he didn't want to fix the issue, he wanted to use it to attack me. 拜登讲，新限制措施无适用伫无人陪伴的囡仔、年龄重大医疗，也是安全威胁者以及人口走私受害者等。这项新的庇护禁令，甲2017年川普禁止穆斯林国家移民入境，会当讲同款，引起民主党人的不满，表示讲要采取法律行动来阻挡。共和党这边嘛一直批评，众议院议长强森讲，拜登只是伫咧做好看的尔。 126 days ago, he looked into the cameras and said, I'm out of options. I've done all I can do. He tried to convince us all for all this time that there was no way he could possibly fix the mess. Remember that he engineered it. We have a moral obligation to establish a just immigration system that welcomes and protects human beings, a system that upholds our values and offers a lifeline to those who are in desperate need. 联合国内民署是公开呼吁拜登政府爱三思，讲这种无差别性的庇护禁令，关掉一寡需要得到国际保护者申请的管道，互因无安全徛起的所在，甚至拄到互人遣返的风险。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巴黎奥运伫要开始呀，即马巴黎警方甲家有管理区的情形嘛愈来愈严重。民间团体即马就批评讲，市政府为着要互街仔路看起来较清气，甲家有移民拢管理开巴黎，即款欺负弱势做法，和进前中国、巴西举办奥运的时是同款。大庭警察就对前往移民甲家友集中的废弃大楼，爱内底几落百人收的坐巴士去巴黎以外的所在。过去这段时间，这种的景象一直出现。为了迎接奥运，法国政府最近加强赶走移民、家友，也个性工作者。80间咨询机构都共同统计，年初到即马，警方已经展开76届清理移民营行动，次数挖近2022年的规年。莎拉就是互送走的其中一个。 I was advised to change regions. I insisted. I rang social services, but they told me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because of the Olympics. 主权团体批评市政府将弱势族群赶出巴黎，想讲无看就无代志，问题就会解决。这种社会清洗方式，甲较早奥运主办国中国甲巴西这国家做法同款。法国政府否认，表示赶走行动甲奥运无关系。巴黎奥运组委会是回应，未对社会政策也是治安负责任。 同款甲奥运有关，巴黎出名的协会广场，因为伫要变做极限单车、厝帮、霹雳舞的比赛场地，才开始关起，禁止车、脚踏车甲行人通行。附近交通要道原来进行管制，本来逐工经过的路线，即马嘛袂使行。袂少民众看到路腔围起，嘛毋知讲即马爱驶去倒位。计程车司机嘛怨叹行李卖做啊，规气来去度假。 Ouais, bah là je suis en train de me demander comment je vais passer de l'autre côté, mais je vais trouver et puis on fait avec. C'est une catastrophe. Oui. Franchement là je cherche juste à sortir et rentrer chez moi. On ne peut plus travailler, les voies de bus sont obstruées, le pont,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est fermée, Alexandre III est fermé. C'est une catastrophe, franchement. 协和广场较早是巴黎重要的交通要道，平均每点钟车流量超过5000台。部分民众表示，即马虽然爱驶路，但不过为着奥运会当忍受短时间的无方便。市政府计划9月才会重新开放协和广场，但不过因无打算互车搁倒转来，会伫周围改造行路的所在，互行人会当搁较自在伫广场内散步。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捌因为技术的问题，几啊届延后发射的美国波音乘坐飞机头届载人飞行的任务，伫美东时间6月初5早起10点52分，即届是成功发射。4, 3, 2, 1, ignition, and liftoff of Starliner and Atlas V, carrying 2 American heroes.
在庆天市5号再分会前的驱动之下，星际飞行机为福州卡奈火箭太空军事基地成功发射，被送去轨道。当地升空17分钟看起来真顺利。这摆政府在2个有过太空飞行经验的太空人，为了摩尔甲惠灵斯，按上飞15点钟，车达到国际太空站轨道，差不多400公里高度射地球飞，而且搁伫遮差不多1礼拜，因进程都已经真一摆去这所在起飞进前，向团队所有人表示感谢。Sonny and I are honored to share this dream of spaceflight with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这是波音公司第一摆载人飞行，创10年来新的纪录。We're all set up for docking tomorrow. 12:15 Eastern is the docking time.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We'll keep watching the vehicle. Today is a big step, but it's one step of many steps in this flight test. We'll take it one day at a time. 星际飞行机经过真长而且曲折的开发计划，佮因为真侪摆技术问题，互第一摆载人飞行计划延长真一年。2019年第一摆无人试飞，因为政府计时器错误，推进这小过节偏离原定航线。2021年第二摆试飞才成功，这摆错发前几天佮发现少量氦气泄漏，各种新检时确诊无严重，才总算载真正的太空人升空。按算6月14日登地球，会降落伫美国西部较偏远的山部。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详请咱做伙来去看世界。国际刑事法院5月份的时，有针对以下的领导人、官员发出逮捕令。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要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不过，外国媒体即马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做法是反映出国际法甲国际正义，并无支持美国去支持以色列。有27国的公民加入香港市代表第2大选举的欧洲议会选举，今仔日起过。意大利情报机关即马有警告讲，中国和俄罗斯当地利用复杂的手段来干扰投票，手法嘛包括所谓科技、间谍活动，还有渗透校园等等。继续关心朋友的总统惠恕仁表示，比如捌拄到重大的网络攻击事件，伊认为呢，这背后是中国的弊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嘛警告讲，中国造成的网络安全威胁是真严重。中国网络骇客数量是 FBI 网络人员的50倍，伊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威胁。镜头等下，咱国来关心高雄有国校的学生囡仔在上体育课的时，互闪避球去击着头，等去处理了后，囡仔无爽快，家长甲囡仔送病院，即马发现讲是脑震荡，家长是真不满，因为体育老师敢若写伫联络簿，简单交代，无甲囡仔随送去保健室检查，要求教育局爱去查。就算已经过5天啊，读国小5年级的这10个囡仔，互球拍到头壳也是红红肿肿，更加互家长无法度接受的是，学校体育老师这处理的态度。体育老师他并不是一位专职的医护人员，他不能经由说看起来没有出血性的外伤就判定小朋友他是属于没有事的，而且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来去通知家长。起因是顶礼拜5，这10个囡仔伫学校上体育课拍闪避球，互同学用球撞到头壳。也过体育老师当时敢若叫这囡仔去洗面，无送往保健室去检查。联络簿顶面也写讲是囡仔无闭好，目镜闭起，一直到囡仔转去甲家长讲头壳痕想要吐，叫医生看是知影讲是脑震荡。这个部分可以再更严谨一点，就是说，我们因为本身老师并非那个。应该是说医生或者是医护这些的一个背景，我们可以做更严谨的一个学生照护。学校也特别讲，老师教学无够，已经进行休息的校安流程。原来闪避球是各校学校流行的运动，根据规则，比赛时是禁止挑工攻击头壳加面部。优质的时候，尽量以对方的脚为目标，我们会禁止去攻击脸还有头部的行为。而且在躲避球规则里面也是规定说，头部以上的攻击是属于犯规行为。教练也讲，国小用球是塑胶球较轻，安全系数较悬，也本来是学生的头壳甲面部互球攻到，比赛随法庭，了解学生身体状况，避免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昨下晡5点多，伫宜兰市的庆和街一栋查起的家厝发生火烧厝，火是烧甲真紧，佮烧甲真猛。消防警员去拍火了后，伫厝内有发现一个独居82岁的老阿公已经死亡，家属真悲伤。因是表示讲，自本伫今仔日要送这个阿公去安养院，想袂到发生火烧厝。大量乌烟一直庆馆，伫安静的主题区是正野白。火警就发生伫下午下晡5点外，消防警员赶到现场，伫宜兰市庆和街这栋木造的病房已经是浓烧起来，厝顶还有崩塌的情形。因为火势真的当时还是很大，甚至从我们第三面那边也有人员从第三面跟第四面大概3个面向去做抢救。消防警员部水线全力拍火，暗过火势见过猛，一声将厝烧了了。家属表示，厝内底还有一个独居的82岁姓陈的老先生，2-3年前车祸了后行动不方便，打算今仔日要带安养院，想袂到前一天煞发生危险的代志。但到消防人员发现伊的时阵，已经明显死亡。我根本就偷偷甲安排，要甲压住。哦，一人叫做已经袂惊咯。老先生互放在厝顶底条的受困火场，最后传出不幸的消息，也互家属真悲伤。另外，详细到火原因，还佫等火调人员进一步了解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也那顶个月26，新竹的社区大楼嘛发生火烧厝，造成2个消防人员过往。昨昏举办联合公祭，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也各位消防署长、消防长等人拢有去现场致意，嘛有颁总统褒扬令。新竹市嘛对经这2个过往的消防人员做分队长，也那社区的主委和住户嘛有去致意。家乡旗甲国旗嵌伫灵柩顶，表达深沉的悲痛，也显示对英勇精神的最高荣誉。新竹市真空会5月26发生火警，2个消防员进入火场搜救的时阵不幸殉职。6月7日举行联合公祭，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消防署长萧焕章、新竹市长高虹安等人到场致意。真济县市内的几百个消防人员换了到场，场面隆重哀伤。行3鞠躬礼，1鞠躬，再鞠躬，3鞠躬。3届行礼表达深深的哀悼，除了颁发总统府褒扬令、楷模奖章，新竹市政府嘛对这2个殉职消防员做分队长。个别式的现场以白色甲恢复色为主，为少学生囡仔嘛献手写的卡片，感谢恁无顾性命行入黑暗，变作阮的光明。这个老话送别，纯真的言语也真使人感动。健康会社区管委会主委嘛甲住户做伙来致谢哀悼。我们就是想要在借由这个机会，致上我们最深层的一个感谢，因为真的没有这2位英勇的消防兄弟，没有消防队员、消防局的协助，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站在这里，我们可能搞不好都还困在火场。新竹市政府表示，已经向专属部申请因公武术，各向消防署申请警察人员因公伤亡慰问金发给办法慰问金，金额由主管机关专属部甲消防署来核定。市政府原来会好好武术。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社区大楼发生火灾，造成消防人员过往。内政部即马嘛要求全国要去清查16楼以上的建筑物。台中市伫昨昏就发动联合稽查，伫一栋24层楼高的主体发现2项缺失，要求要限期改善。探测棒借测烟探测器喷射烟雾，排烟闸门随拍开。新竹健康会大楼火警事件，内政部国土署要求各县市政府清查16楼以上的建筑物。台中市消防局甲督发局7月下晡联合稽查，来到北区一栋24楼高的集合主体，除了推荐排烟设备，也有地下室紧急电源敢有法度使用。特别针对我们高层建筑物这一次的检查，也会针对它大楼梯厅里面，尤其是特别安全梯跟紧急升降机间的梯厅里面有所谓的排烟设备，我们来做这一个重点的一个抽查。另外还有我们会针对刚刚所提的地下室的这个紧急电源它的一个转换的一个机制。
消防设备拢合格，毋过督发局发现其中一个公路经标体材质无合规定，袂当1点钟的防火时效。另外，地下室1楼公路经的防火标体去互住户拆掉，这拢违反建筑法规，限期6个月内爱改善，若无会罚6万至30万。其中一个管道间，它全栋的壁体有不符合1小时防火时效区划的问题哈。地下室的这个管道间的区划哈，住户可能有因为维修。或者是有这个管道间有要处理哈，他们有擅自拆除的一个情形。我们应该要让政府做出一些实质的改变，而且是要一直去做这件事，不是只有事情发生以后那1个月才会有讨论。民众批评政府不应该今仔日公祭，明仔载袂记哩，爱持续加强稽查。台中市政府表示，消防安检逐年拢会申报，无合格半年内就会稽查。建管公安部分是每年针对616栋关楼建筑物抽验10%至15%，毋过稽查项目无包含公路经，显示台湾主体安全的管理也有待加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即马正在举办演唱会，嘛有带动观光。高雄市政府今年就向议会提出修正案，讲要减收5路税，也毋过是引起议员批评。议员批评讲，高雄即马负债已经是6都内底上悬的，若是要减5路税，应该拿支持针对本土艺文团体来减税。也毋过财政局是强调讲，已经有16个县市拢减税，高雄只是照办尔。国内国外歌手小连续到高雄世运主场馆开演唱会，真侪歌手会选择世运主场馆，除了是立建筑标章、免付场地费甲抽成，嘛是有欣之喜。最近高雄市府向议会提案，若是伫公有或者是行政法人管理的场所举办娱乐活动，部分项目娱乐税要减半，提案引起讨论，哪里个议员有无同款的看法？是针对3000块以上或者是5000块以上的这一些的场次，你们可以不要让他去减免娱乐税。我还是赞成这个目前我们现在这个娱乐税的条文的修正方向。针对娱乐税减收，区有选议员强调，高雄市目前欠2400亿的债务是大多上济。演唱会已经无收场地费，娱乐税无应该减收。财政局表示讲，减税会当吸引更较侪歌手来遮。去年因为演唱会经济观光效益都超过45亿。虽然这样有一点娱乐税的一些税损，但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我们的一个整个地方的财政的收入，其实它是可以 cover 过去的。财政局强调，目前全台有16个县市拢减税，就是要带动艺文产业的发展。学者是建议，市府按用减少债务为优先，娱乐税减半的对象无应该全面开放。高雄市政府嘛欠人做侪钱的啦，吼，本土的，咱台湾的一寡音乐表演团体，伊个减收税收，这是会使接受，哦，但是袂使影响到你主体税收吼减收税。娱乐税减半的提案，因为民代意见真多，市议会会搁伫临时会继续审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市政府即摆有推出智慧单车的功能，民众会当利用手机的 APP， 也有扫 QR code， 无就是市领这个方式来注文要坐公车。市政府是表示，大台南的公车升级，通减少公车过站无停的情形。即摆坐公车毋免扣金上，或者是边仔的电铃，公车停的顶会随显示兼出声。系统卖传信号通知司机有人咧等车。大台南公车功能升级啊，因为常发生民众失信无握手，也是路况复杂，司机无斟酌看，必须驶过站。即摆开放予民众提早注文要坐车，民众认为使用上更加安心，嘛免烦恼会无坐到公车。真方便啦！你即摆去回车就停互你坐，你不是足好吗？是会有点怕说，司机他会不会不小心没看到我之类的？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就是可以更加提醒司机。要到站进前，伊才会显示，阮会注意，减速慢行。
大丹公车这项智慧单车功能是全国头一个研发，目前伫市区70号、甘仔市9号、甲甘仔市911号3条路114站开放使用。除了透过 App 甲 QR code 做预订，嘛有轮椅上车的服务。交通局讲，民众一定爱伫公车站30公尺内，佮加上手机啊定位系统爱拍好开，才通顺利发送信号。咱手机啊内底大台南公车的 APP， 咱嘛会当直接来扫描咱每一个站牌，拢有 QR code。第三种呢，咱伫19位的候车亭有一个实体的这个按钮，这三种方式，咱会当直接通知司机身边的这个车机啊。交通局指出，若民众反应袂歹，按算个一段外时间会推设去专市的公车路线。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台基本看榜，咱来看教育部的台湾海洋教育中心有举办创作海洋史的评选，以文学的角度要来推广海洋教育。今年是第3届啊，伫昨昏举办颁奖典礼。得奖的诗内底有用台文写的台语诗，透过台语的声调，带读者走入海洋的世界，嘛来思考咱的海洋有拄着什么款问题。100年来，年年的江边的马祖间的乌鱼公签，啵啵啵啵，指示发动，啵啵啵啵，铁船冲出海。这首号做信用的台语诗，用台语的声调，描写高雄家庭渔民掠乌鱼，渔船严禁发动的声音。也若像当地庙市逐年求乌鱼公签的时，签刻着签筒的声音。其实这首诗的创作者是要透过乌鱼这个例，思考使用海洋资源的问题。马祖就指示讲，咱什么时阵爱出去掠，爱往倒一个方向出去，才会掠到鱼。毋过这几年因为中国的南部的状况，所以造成讲以后来讲，咱即摆乌鱼的产量愈来愈少。透过诗思考海洋的问题，这首诗得到第3届海洋诗创作评选的优等奖。这个奖是由教育部下骹的台湾海洋教育中心执行。今年以影响海洋做主题，为各小组到教师组，计共有66首诗得奖。对海洋的许多的情感的发抒，怎么样转化为一种行动的力量，让我们所有的每一位国民能够更喜欢大海。海洋文学必然是台湾社会跟海洋中间一道感性而美丽的桥梁。如果我们能够创作更多的海洋文学作品，台湾社会会走过这一些海洋文学作品的桥梁，看见我们的海。教育部表示，海洋教育为2008年开始，就加做课纲内面重要的议题，鼓励学校融入海洋教学。教育部会继续推动多元的海洋教育活动。海洋教育中心表示，这摆得奖的66首诗，每首会安排展览伫台湾各地各有离岛展示，让民众透过文学熟悉海洋。记者郭伟林、玉凯台北报道。讲台语长时行，最近都有网架去配台语版，这是中华一番这出经典的动画一本网架。内底有12集，对8月开始，伫 YouTube 顶端有推出台语版的动画，内底用活泼的台词、丰富的情绪来呈现料理的特色。推出了后，网友拢真学乐。就这样呢，内底的孙仔，就甲用光光加起来真 Q， 冲出来生，同时将喜气的气味嘛脱开啊！用活泼的台词、甲丰富的表情和情绪，带观众总归来感受料理的口感甲特色。中华一番是真侪台湾民众拢捌看过的日本网架，近摆伫网络放送的时嘛，拢会引起真侪讨论。台湾的网架代理商最近也探小推出台语版。这个节目影早，足侪人拢有看过啊，所以就足有名。一方面呢，是因为内面有足侪对话，还有足侪故事是足出名、足好耍的、足趣味的。所以咱就选择中华一番。代理商表示，因自间谍办公会台语版推出以来，收到真侪热情的回应，互因想要继续试无共类型的网架来做台语配音。这届中华一番以经典的黄浦江老岭南宴席料理大赛来配台语版，像过西会黄金开喙笑、歹食因等等，拢会出现伫剧情内。你即马有诶，就敢若这见笑的歹食因啊！台语版的中华一番配音员嘛，拢侪有10多年以上的老经验，因希望用心活化的台语，带大家同齐来看这出经典的美食网架。语言
物件已经足深的，阮拢是哪行哪学。啊，毋过你至少要有基础。你若无基础，你要安怎用？你要安怎改？你无法度改嘛 ，OK？ 所以爱去外口上课。是这几年最近这几年较开始较有啦，较济啦，愈来愈济啦。嘛是这嘛是一件好代志啦。就互大家较了解咱家己本土的话是安怎讲。第二版的中华一番自6月初3开始，一天报一集，拢总要报12集。台理上指出，目前网络的反应袂歹，若是关注的人愈来愈侪，伊嘛考虑甲52集全部配成台语，嘛希望引起大家对台语的兴趣。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好食料理爱靠总统等于。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30度。外岛20度至27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